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国内昨增加3个本土病例，一个带病入境，1个人死亡。昨下晡有595000栋的 A4 疫苗送到台湾。指挥中心嘛宣布讲，23到28岁的民众9月初3就会当去登记。另外，主席昨嘛表示讲，头一批 BNT 疫苗今仔暗时会送到台湾，数量大约有90万栋，会先开放予12岁到17岁学生囡仔来做，18岁到22岁的民众嘛会当伫网络登记。国内新冠疫情病例数算来，伊个新增加3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新北市2例，台北市1例，境外1例，是一个来台湾工作英国籍30多岁男性，无注过疫苗。另外新增加1个本国籍60多岁男性死亡个案，进前1个技术出现突破性感染，所考虑的26个接触者采检结果出来。经采检的26人全部都是阴性。那疫情等候，指挥官陈时中也公布疫苗到来好消息。家己购买的59.5万剂 AZ 疫苗，31日下晡3点16分，由华航班机运送来台湾。工作人员将血清疫苗落来搁验收，已经送到指定的冷冻物流中心藏。陈时中也宣布，第7轮 AZ 疫苗预约注射对象各加23岁至28岁，预定9月初3开放预约，9月初9开始做。那所以加上我们这新到的这疫苗所以我们再往下开到23岁。那预约的时间是从9月3号到10点到9月4号的18点。另外 ，BNT 疫苗也伫要到啊，相关注射规划，陈时中是讲，主要是12岁至17岁学生囡仔先做。出来这个疫苗会提供予18岁至22岁族群意愿登记。陈时中佫讲 ，BNT 疫苗到货的时间甲数量，时间我真的没有办法掌握了。不过他讲的那个时间是很接近的。那货量大概就是90几万。9月份伫要开学啊！台湾大学快新闻稿表示，会提供1万个快筛试剂，予新鲜甲短熟的学生囡仔。强调讲，这毋是久长计，建议予大专生做册子疫苗，这是真正安心的就学方案。不过，陈时中是讲，18岁至22岁族群自主性悬，医药平台注射比较方便，做册注射的效果无较好。不过是讲会纳入考虑，会甲教育部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有一个4岁查某囡仔，昨日暗亲像受到苦毒，送病院急救后来嘛是死亡。警方怀疑这个查某囡仔是受到妈妈同居的男朋友虐待，已经甲这2个人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检方认为讲2个人涉嫌犯着杀人等罪，向法院要求羁押禁见。目前从那个伤势看起来大概。不排除就是有以那个器物大概是棍棒啊，甚至有可能也有用那个徒手大概伤害的这个状况了。身上的伤势很多了，外伤非常的多。那详细的死因检察官还要择期会同法医解剖鉴定。查某囡仔妈妈甲当事人面对提问拢无讲话。经过初步调查，2人表示捌有动手管教，毋过出手无当，送医进前也无拍囡仔。有关互警方以伤害致死罪嫌移送，检方审后认为2人涉嫌杀人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社会局这边的话，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案件呢，我们就《儿权法》第49条，我们会有一个这个行政采访，另外呢提出一个自诉独立自诉。查某囡仔妈妈2年外前，因为先生过身，将囡仔交予家己亲友照顾。今年7月才返来台南，不过才5月就疑似发生虐待囡仔。社会局表示，会代替囡仔提出立即伤害道德告诉，确实调查事实，会依法罚6班到60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6点27分，有一个规模4.9的地震。震央是伫高雄的那马社区深度只有12.3公里，震度上大是伫嘉义县、高雄市跟台南市拢是4级。这是今仔早起发生的地震能够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是高中以下学校开学的日子天气是真热热，中南部阁有山区，就爱特别注意雷公雨。咱来看温度。
今仔日水气减少哦，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过到中南部落雷公雨，山区佮南部部分所在就要注意落大雨。今仔日天气是真烧热，各地温度大概是伫32度到35度左右。也毋过桃园、大台北佮东半部地区哦，可能会到36度以上。用到紫外线的指数，也是危险，也是过重哦。出门就要特别注意，嘛要加啉一寡水。明仔载开始到礼拜日，受到偏东风甲东南风的影响哦，东南部地区佮恒春半岛嘛会落雨。再来看汉光演习，昨透早伫屏东基地义演，有一台 F-16战机哦，要下落来，煞规只载落去边仔的草瓦埔，加载无人着伤哦。是机械故障，还是跑道上过骨，还是讲是人为操作问题？目前是等个调查。国民上这台偏好629的 F-16双座战机降落伫屏北机场，机头小可牙牙用空气阻力来减速，尾也平面放来用来动车减速，不过速度也是伤紧。飞行员放后边的减速线也是有法度将飞机停落来，飞机冲出跑道，机身向前插入土内。战机冲出跑道了后，参加义演的消防车甲地勤人员赶紧向前救援。好在是干那战机的机头甲起落架受损，人员无受伤。空军初步分析，虽然落雨，但不过也是符合起降的标准。飞行员也拢有依照相关的技术命令操作，事发原因等地调查。今天这架飞机落地发生的情况，现在专案小组还在进行调查。目前所知，飞行员并没有呼叫飞机有异常的情况。至于战机目前受到的评估是轻微的损害。可以修复，可是目前已经拖到飞机棚场，会由技术人员做进一步的评估。空军31号透早伫屏东空军基地内举行汉光演习的加东箭步道起降义演 ，F-16冲出跑道了后，对伫后壁的幻象2000战机原本原来要降落，赶紧扭管飞走。现场看到的人是讲 F-16有放阻力线，不过也是挡袂牢。有体的飞官讲，应该是跑道上骨才挡袂牢。这样子飞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阻力伞，那可是就是它然后就这样掉下去这样，然后还好，好像就是它掉下去的时候还好刚好就刹住了，它可能如果说再拉长个10几公尺，应该就刹得住了，可能跑道太早的问题。可以判定的是，它一定是非预期放闪。为什么会放闪？因为减速的状况不如预期。黄永德也表示 ，F-16的配备先进，只要调机上相关的仪器数据，就会当知影是机械还是人员因素，或者是伤骨造成这个意外。空军是讲，目前汉光演习箭步道起降任务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这届东京奥运哦，咱台湾的选手摕到2块金牌、4块银牌、6块铜牌，是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总统蔡英文伫今仔下晡3点要伫总统府来接见东京奥运代表团，感谢这选手的付出，民众嘛当透过网络做伙来表达感谢。高水5连翕访问的时阵，互相讲笑。东奥亚东金牌郭幸顺、柔道银牌杨永伟、吴胜武第5名陈良琴，回国了后头一遍斗阵，展现好交情。三人这届出席大型的品牌关运动基金和个人的母校活动，有话要对学弟妹讲。我相信所有的经验的累积，也相信所有的挫折，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只要你相信，对，然后我们一起加油。准哥已经摕到奥运金牌，完成金满贯。郭幸顺嘛无骄傲，望讲学弟妹会当勇敢向前。杨永伟阁坦白讲，任何项目的运动员拢真无简单，不管输赢，唔通袂记你当初的志向。从颁奖台上走下去的那一刻开始，就告诉自己说，一切都是要重新开始，然后卸下这个光环，然后保持的初心。9月7日，3个人就要甲其他东奥国手、教练、裁判、甲后勤人员去总统府参加英雄凯旋 Party。陈念琴坦白讲，希望大家唔通袂记咧继续关心体育。安尼参加合课活动的9号戴祖英，伊是讲唔知影到时阵会安怎安排。其实体育这件事情，很快大家就会把我们给遗忘了。先难过一下，好，没有了。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次跟总统见面，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活动，让我们去亮相，能够让我们全球的人民一起再把这个热潮继续的炒起来。每一次的安排应该都会是，就是最隆重，让大家可以有很好的感觉，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印象深刻。
回国完成检疫了后，未少人的行程排满，邀人享受难得的家庭生活。因讲后礼拜开始，都继续训练了，为所来的国内外比赛好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人民一直要求宾感司法官的法官法新制度已经实施一档，当中有622件民众提出的案件，也毋过全部拢无成立。民间司改会认为，人民若是无法度伫现在的制度得到满意的答案，毋乃对司法失望，嘛有可能会影响监察院定情，伤害到宾感制度的信用。再来看《联合报》，国防部长公布民国110年中共军力报告书甲5年兵力整建的相关计划，指出讲中共解放军已经有针对第一个人电子攻击、阻断电子通讯的能力，结合网军来启动有线无线的全球网络攻击，瘫痪咱国的防空作战的能力，威胁是真大。再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目前有将近14000台的凶险汽车甲机车。也毋过，民众超速、冲红灯等违规的状况哦，4档前是有577件，一档比一档较侪。去年违规的案件都有超过2万件咯。咱再来看交通部宣布讲，台铁甲高铁防疫要个放零咯。中秋节是当来卖8成的座位哦，伫车头内底有社交距离，就当食物件；也毋过伫车厢内底嘛是个禁止食食。只有台铁的观光列车有条件来开放，会当伫车顶食物件。其实包装真济密闭式的餐盒，送去旅客座位。交通部宣布有条件开放台铁观光列车会当食甲啉。承包观光列车旅游业者，将过去吧台提餐的模式改做送餐。旅客只有伫咧食甲啉的时阵，会当把喙烟摕来。列车伫咧散时阵也会随时消毒，维持高规格防疫。开放餐饮在一个2级的警示之下，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规范。比方讲，就是说间隔座，那实名制，那包含在车上的这种手冲咖啡，以前客人可以到吧台自由索取。那未来的一个咖啡可能是由热咖啡要密封，然后送到客人的位置上面。因那高铁一般的车厢内面也是禁止食甲啉，但是车站内面伫咧正入坐车的闸门进前。若是保持社交距离，也是让开放饮食，但是真侪民众也是有淡薄担心，就不敢来。现在都没有在外面吃，没有，都在家里吃。像这个地区开放，你会让小朋友在这个公共区吃东西？会先观望一下吧，先看一下。另外，交通部也宣布，搁在地段相对对号列车会当买座位数，由目前的7成调换至8成。台铁讲。因为这项措施，每天会当加提供6000个座位，在中秋节的扫运期间，也搁在加班。那在中秋连续假期，也就是9月17号到9月22号，则会增加4.2万个座位数。那中秋连续假期增加的1成座位数，台铁局将会在9月7号的上午9点开放民众订票。台铁是讲，因为疫情有较稳定，旅运人数回升。自8月25开始，已经提前实施9月份的增班班表，每礼拜提供809班次的疏运。中秋的连续假期是毋是搁再加班，会看旅运的人数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搁一上要紧哦，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2亿1千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45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是增加4例，目前是15995例，中国是有94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是有149万多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阁有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900万例，印度是超过3200万例，巴西超过2000万例。伫欧洲迄边，英国678多万例，法国嘛有683例哦。咱来看，美军已经全面撤离阿富汗，也毋过阿富汗的难民潮应该会阁继续几啊冬哦。隔壁国家巴基斯坦伊朗这个国家嘛已经提供几啊百万美金的援助。也毋过，嘛强调讲，伊未长期来收容阿富汗的难民。伫巴基斯坦甲阿富汗边境的营区内底，阿富汗百姓排列等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物资。طالبانو دغه سره برخلافي او موږ غریب خلک ولو موږ نه له حکومت سره کارو نه له طالب سره مو کارو
美军退出阿富汗了后，还有数十个家庭到巴基斯坦查办区。当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甲德国外交部长马斯会面，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防止塔利班接管了后的阿富汗出现经济崩盘。库雷西表示，过去数十年来，巴基斯坦已经收容超过300万的难民，不过这不是永远的避风港。The rough figure is that we have, from the 15th of August till the 30th of August, we've evacuated safely over 10,000. Auch gerecht geworden ist. Wir halten es für wichtig, auch den Teil der afghanischen Bevölkerung, der nicht durch die Taliban repräsentiert wird.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这摆访问，也佮土耳其、乌兹别克、塔吉克、加卡达见面，讲是合作处理阿富汗难民问题。另外，伊朗境内难民专家表示，因为边境管控不好，最近逐天有7000人非法越境。未来伊朗恐惊会看到大量移民经过这所在，阿富汗难民也都去后面。纽约市长白4号宣布，要伫甘乃迪国际机场起一栋大楼协助安置。后面除了收容逃离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百姓，也咧想办法防止，佮出现2015年叙利亚内战引起的难民潮。迄时阵有超过100万人去欧洲寻求庇护，联合国继续为阿富汗提供人道援助，佮向塔利班施压，要求承诺善待百姓。尤其过去10年俘虏权益，免搁行倒头路。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阿富汗政变当地有真侪古迹甲文物拢受到破坏，也是互人淘汰哦。这种真珍贵的历史文物伫市场是真受到欢迎，有人利用乌市的交易来洗钱哦。去年疫情发生以来，网络乌市的古董的买卖，就比以前增加了3倍。伊拉克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上老的文明之一。西元前数千年的古文化遗址，黄土下骹保存大量的粗灰啊、印啊、雕塑甲刻楔形文字的图板。数十万件早就流落海外，大部分收藏伫大英博物馆，也有真侪伫乌市网络咧卖。目前来源可能写英国某一个贵族家团，不过实际上是走私的插会。Looted art can of course finance terrorism, and it's like taking away the history of a country. 专家发现，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网络咧卖非法文物增加3倍，甚至将现场偷按影片上传做凭证。犯分子也佮为这查拉米变做身份，想要进入合法拍卖会洗白冰心，打击这种交易的情缘，用真侪时间，追踪每一个科技物件漂洋过海卖出去的流向。拍卖业者自然是无承认，强调每一个物件拢做过来源背景调查，暗过相片正做体证，报案了后，警方已经展开调查。Finding the photographs is a battle. If we can't get our hands on any, then we can only suspect they were stolen. Some people in Libya put their lives at risk trying to find such photos. 另外，这欠头的半身雕像自2007年捌伫纽约佳士得拍卖，不过利比亚政府认为这是非法的查拉米，同时拍卖流标。2015年，搁伫西班牙巴塞隆纳的鸡笼展出。西班牙警方已经以资助恐怖活动的嫌疑对鸡笼业者展开调查，查扣雕像。为何这查拉米辨识更较有效率，当局也设计应用程式，照数据相片比对，就能找到物件的信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古文物乌市规模伫30到150亿欧元之间，这区域动乱、贪腐、劳动各地咧，哪吒文物走私偷卖依然是一场长期的抗战。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美国已经脱离阿富汗哦，美国总统拜登嘛发表上新的单位哦，强调讲美国撤军是成功的行动，嘛是正确的决定。日本的真实公主一定伫今年结婚，也毋过哦，受到疫情的影响哦，方式是拍算要简单办得好。公主结婚以后，拍算要搬去美国生活。再来看美国国会明仔载要审查国防授权法，伫草案中哦，讲到会支持增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嘛谴责中国对台湾威胁的行为。咱再来看咱台湾的护照，伫全球140来国家有签证的犹太，所以一直以来哦，拢是犯罪集团的目标。警方嘛查到伫网络顶头有集团哦，专门咧骗台湾人的护照，去卖互一寡外国的偷渡客。大概嘛已经卖出380本的护照咯，赚上千万。主要的嫌犯哦，嘛已经向移送法办。
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人员将穿白衫的姓李主嫌移送新北地检署。这也是最近几年上大件诈骗咱国护照案件。2年多来，包括英国、加拿大、甲美国等国陆续查获中国人士替编造的咱国护照偷渡。移民署得到国际情报了后，侦破这个偷渡集团，总计诈骗出的护照380本。姓李主嫌伫检察官获审了后，声押获准。移民署当进一步追查顶游的犯罪集团。本案李姓主嫌涉嫌以脸书刊登诈骗话术，到国外打工2天1夜15万元，日本卖黄金，澳洲办理贷款，韩国帮人贷古董，可以获得优渥的佣金，让梦想花比横财的民众自动交出护照。移民署表示，这个集团为2018年开始，就设想伫网络以高薪到国外做散工，也是出国买卖黄金等诈骗话术，互民众交出护照办理出国手续。也毋过出国伫国机场等候找袂到人，才发现哄骗。因为目前咱国护照会当伫146国享有免签，也是优惠签证代付，这伫乌市真热门。惊台办护照业务的女性社业者更较势利，就惊人客护照碰见风头提。欧洲的那些国家，只要申根签证，我要一进去以后，后面其他国家几乎都不看。那不会像说中国大陆的护照，说我去了这个国家以后，换了另外一个国家，我必须还在看护照。进入美国更方便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护照在黑市的价格又拉高。因为国际真假集团大量买咱国护照了后，加以变造，佮摕去海外暗号非法偷渡者，移民署呼吁咱国民众千万唔通贪小利触法。移民署也会继续甲各个移民执法机构合作，强化国境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个本土病例增加3例，咱台湾目前本土病例数是有14528例哦。那么来看各县市目前胃着病的人数，咱台湾的病例数嘛已经超过4000例哦。有新北市超过4000例，有新北市6888例，台北市有4856例。超过200例是有桃园的794例，阁有苗栗549例，基隆有316例哦。再来看彰化是有274例，台中有207例。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佮加上境外病例，计共是有15995例。本土病例数的部分哦，是14528例，这是疾管署上新的统计。来看今仔开学，也毋过学校是阁有真侪代理老师，也是新的老师哦，拢无注着疫苗，有诶是才注头一剂，还未满14天哦。昨昏就有团体呼吁学校应该较慢较开学，先用线顶来上课。有诶老师嘛呛讲哦，因要做伙请假来表示抗议。全台湾高中及以下学校9月初1就要开学，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侪县市停办老师的真试，部分的学校甚至已经是第10届招考，拢要找无适合的老师。13、14、15次代理教师甄选，以往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开学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可能招不到代理老师啊。各县市这边的一个回来的一个反应是跟以往差不多啦。欠老师的问题对偏乡地区的学校来讲，并不是真罕见。迄若筹办代理教师工会黄老师讲，老师做疫苗的问题，嘛是开学爱处理的问题。呼吁相关单位都要让学校延后开学，或者是用线顶上课的方式来进行。等整体注射率提高了后，再来实体上课，而且佫按算伫开学了后发动2性罢工。那前几天开始打莫德纳，那明后天就要开学，打完还需要两个礼拜才会有保护之前3天。我的用意是希望，其实告诉大家说，我们是可以请假的，提早安排好我的课程，也有老师帮我代课。老师这一部分，应该我们的疫苗已经都充分的提供了，充分的提供了，那可能在各地方有它一定的排程，那去打，所以没有就是说现在那一部分的老师代课老师是没有疫苗在等的，都有了。指挥中心嘛回应讲，目前会由各地方政府安排时点甲老师注射。记者综合报道。每年的大学指考要转型做分科测验哦，所以昨放榜的大学指考录取率接近98%，是有史以来上悬的。另外考无掉的有700个人哦，这嘛是10当来上少的。也毋过今年是有20间学校有2700外名额招无学生。大学的指考每年会转型做分科测验，
有34569个人完成志愿的登记，录取33869个人，录取率是97.98%，是前有指考高达18年来的新高。回流的名额的增加，今年的登记人数的确是历年最低。对，的确是历年最低。我们从93学年度的10万人，到今年只剩3万4千人。分发的录取率是创下新高，主要的原因是真试的名额有增加，也佫有少子化影响，报名考试的学生嘛较少。今年除了总录取率创下新高，中考的学生有7967个人完成登记，落尾是7475个人有考调。占所有录取人数的22.07%，嘛是创下历史新高。据考讲，上尾一届的指考有700个考生落地，创下10年来新低。不过有20间学校开出拢总2732个名额，煞拢无人来读。甲去年8间学校51个名额来比，无人去读的数量是53倍。若是以学群来看，是以外语学群489个名额上济。也若是以比例来算，相关的是 UK 运动学群的31.06%。入学考试分发委员会认为讲，国内这2个学群的校系袂少，伫其他领域的发展甲选择嘛较济，所以人数才会看到较少。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有一寡越南的商店的猪肉制品，互验出非洲猪这病毒，政府嘛开始稽查，也毋过有立委是表示讲，伫网络顶头哦，有一寡店家嘛是要卖一寡越南的肉制品，这嘛有可能会成做非洲猪灾的防疫空帮。行政院长苏贞昌3日到台北港视察会务通关的流程，嘛伫现场听有关防范非洲猪这干部。但是有立委讲，伫网络平台看到业者伫咧卖越南肉干。电商平台还有贸易商，其实公开贩卖来自越南的牛肉干。评论区显示，其实从今年1月就有开始购买的评价，所以其实这个相关上架的时间已经超过8个月，甚至更久。柯新苑表示，虽然业者写肉干产地伫咧台湾，但是恐惊会有前一阵仔捌发现的肉品违法滥产的问题，加做非洲猪这破口。它的这个注明是写越南牛肉干，但是又标示产地是在台湾，这种不禁怀疑，那它是肉品的半成品进来，在台湾再加工分装吗？还是实际在台湾生产？还是整包的这个肉品直接从越南走私，还是夹带进来？只要有可能走私或有可能有涉及非洲猪瘟的肉制品，我们都不放过。每天有委托专人来搜寻电商平台，如果有搜寻到一些样品的话，或者是说特别的产品，就会通知被查到的这些电商平台，请他们下架，然后呢，再请电商平台提供卖家的资讯，后续的做这个查的动作。风检局表示，已经有掌握立委讲的贸易商，调查发现，因的产品肉品标示是合法的澳洲加纽西兰的牛肉。另外一间电商平台的产品，因为资讯无清楚，已经请平台落架。记者郭宝根、郑派文台北报道。来看有一种米哦，伊毋是用产地，也是用品种来号名。这种米是为着要捐出去做善事，所以叫做福米哦。来看婚林道一个农民，伊传承阿公的精神，一直以来拢会种福米，捐予弱势团体哦。咱做伙来了解。伫婚林市有一种米，号做福米。这款米真普通，不过上重要的是对种植开始就决定这款米是要捐出去布施做福田，才会叫做福米。因为我的先生阿公吴天使先生呢，从以前呢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那加上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回来从事农作呢，也是因为阿公他那时候辛苦留下来这些农地，让我们有发挥的机会这样子。那我就一直想说。想要把阿公这种乐善好施、为善的精神呢，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要把它延续下去。这款珍贵福米是各路为想要做好大的地方人士出钱，由红雪红来种稻仔，实成了后捐予台中甲高雄的弱势团体。而且这稻仔不是普通的稻仔，是用有机种做的，而且切到是晒日头，用传统方式所种出来的福米，有人讲特别好食。再就是因为我们所种植的这个友善稻米，其实产量并不是很多，所以你要用传统干燥的方式，就是量会不够。加上我们有这个空间，那我还是很愿意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这样子。用家己的心意种出甲人斗相共的福米，甲阿公的爱心传承落去。这福米唔有爱心，更有意义。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云林古坑的咖啡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当地有农业区伫几当前就开始推动一寡咖啡 DIY 的课程，后面将用废业罐家己来烘咖啡豆仔，来推广在地产业。咖啡豆仔伫废业罐内底演奏美妙的音乐，那闻到香公公的咖啡味，就代表这寡豆仔入要烘好势咯。这是华山地区上受欢迎的手作课程之一。为烘豆仔到泡咖啡，民众拢会当家己亲身来体验。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体验看看，它的颜色的转变，还有它的味道。华山地区的自然环境真丰富，伫几若当前开始推动一款无插电的体验课程，后面将用废业罐来烘咖啡豆仔，唔但呼应环保的概念，也推广在地产业。我们就是想了这个手陶壶。的那个 DIY 刚好就是搭配我们的咖啡节，然后我们有结合一个产业跟那个环境教育的场域，然后用一个不插电咖啡馆。国内疫情渐渐缓和，当地业者也希望民众假日时会当到华山步道行踏，体验手作课程，饮一杯清芳佮甘甜的咖啡，同齐促进在地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那边一种传统的咸菜汤，即卖已经愈来愈少了。最近当地永乐社区就找到一寡有100年历史的咸菜汤哦，用这个汤甲一寡茶壳，伫气温那边起一个户外教室，咱嘛做伙来看卖。这款大型的咸菜汤，过去捌是那边重要的经济资源，即马村民发挥创意，将茶汤再利用。结合外来种的音合反木材，要来打造一个气温那边的户外教室，互后代子孙甲民众熟悉在地产业。会当将那边较早的历史，咸菜是民国60几年的时间，造就那边一寡经济盖风光的时阵的历史，来传承的社会，发挥它的功能，来栽培邻边的下一代。这款真有历史意义的咸菜汤，会当互少年人了解那边祖先打拼的故事。另外，社区嘛用外来种的音合反当做材料，打造一个户外教室，发展在地观光。只去砍除这样子的有害植物，然后来把它做一些木料工艺的展示方面，它很突出。那事实上，在我们林边呢，海岸呢，我们在环境教育上面有我们的专长。那我们在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加入德和的技术的专长。这个户外教室会当推广环保的理念，让大家知影循环再利用的重要性，实现环境教育的意义，阁会当互历史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10年一届的人口普查计划哦，昨公布了，65岁以上的老大人人口是继续增加哦。老人一人家己住的比例有15.6%，15.6%是10年来增加22万人哦。另外，15岁到64岁的工作人口嘛，比10年前减少要17万人，这嘛是有史以来头一届出现劳动人口负成长。为了掌握国内人口甲主体发展现况，行政院主计总处每10年进行一届全国性人口普查报告。今年初步统计结果，无含移工，109年在地人口有2313.2万人，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持续成长，这若是台湾工作年龄人口头一遍伫普查出现负成长。少子化影响，15到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是1654.7万人，是减了16.9万人，或是减了1%，为历次普查的首次的负成长。各看个人的平均年龄，大概普查拢是成长，为45年的21.7岁到109年已经达到41.7岁。也因为台湾进入高龄社会，65岁以上在地人口有367.1万人。普查统计，这岁人甲囝儿逝世做伙大的原来占比超过一半，甲配偶也是当期伴侣做伙大的原来占2成。家己大的比例原来有15.6%，最近10年来增加21.1万人。因为生育率下降，再加上寿命延长。台湾人口快速老化，学者四生态提出警讯，未来10年老人人口成长的趋势恐惊会愈明显，工作人口原来会相对减少，所以长照的需求会扩大，呼吁政府爱为人口趋势超前部署。记者综合报道。
虽防疫已经放令餐厅开放用餐哦，也毋过业者是表示讲生意是共款真歹，厝势甲薪水哦拢得要付袂出来咯。因呼吁政府应该爱先纾困救命，才个考虑发5倍券。观光局嘛另外规划讲，一张1000块，拢总有120万份的国民旅游券，嘛要来放入使用的范围，旅行社、旅馆还是游乐场拢会当使用。像这一次的疫情越加的严重，但是我们却被遗忘了。办婚礼业者怨叹讲，今年政府纾困振兴，完全无给因任何的帮助，甚至连开一个会都无，彼此是无人会共款。强调讲，目前虽然开放伫室内用餐，不过人数限制80个人，对因的营运来讲，根本就是一点帮助都无，亏损也是真吃力。2级警戒一直到年底来讲，那对我们业者来讲，我们还怎么再撑过9月、10月这几个月下去？受到疫情的影响，餐饮业的营业额面临22年来衰退上界严重的情形。就算会当包顿去食外送，开放伫咧室内用餐，营业额上济，结果敢若是疫情进前的1成至2成尔。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发放第2波纾困的即时救命金。那观光旅游业嘛是重灾区，为着甲业者斗相共，观光局规划伫政府推出5倍券了后，嘛另外推出名额1000块的国旅券，差不多是120万份。进前规划是敢若限制会当甲旅行社买带暝行程。不过，经过内部的讨论了后，已经规划要扩大使用的范围。观光学者表示，国旅券加上奖励金，若搁配5倍券，限制伫半年内用好了，等于是6个月投入23亿来进行。不过，甲2019年国民旅游一个月有333亿的产值，恐惊也是无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德馆哦，最近有课程教大家煮食的时阵，安怎来好好利用材料，才袂造成浪费。那么做伙来了解。较青菜、较杂粮，添入去无食完的白饭内底，利用工具做出3角饭圆，唔但趣味又搁好食，上重要的是实在也袂拍算去。家里面现在剩食。因为我也不会处理，所以我也想说来这里学一下这样子，对，对，哈。最基本的就是像绿花椰菜，大家都很爱吃。我们绿花椰菜剥完后，不是还有剩下底下的梗吗？那个梗不要丢掉，很多人都把它丢掉了，很浪费。我就直接把梗把它皮削一削，外面那层皮削掉，里面就是很好吃的菜心。除了利用假的食材制作料理，客店把安排带来参加的囡仔，行入去餐园内底，食材各种植物甲营养价值。教导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他们如何把家里剩下比较丑的食物呢，或是大家比较不喜欢的部分，拿来再利用会怎样？减少我们的厨余量，因此呢，也可以减少我们非洲猪瘟的传递给我们的猪只。主办单位环保局表示，大家要甲各会使食的物件单调进前，可能得爱先想讲，世界上还有真侪人长个摇巴肚，而且地球资源有限，需要大家做伙珍惜。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嘉义民雄大树爷文化节30暗时进行送大树爷仪式。庙方是表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规模缩小，嘛取消了境的活动，也毋过哦，一切仪式嘛是有按照古例来进行。法师入场办理民雄街仔的大树爷火化升天法会嘛准备开始。甲去年无同的所在是，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无暗会嘛取消采价。它就是规模缩小，然后今年就是人口的那个管制也有变严。对，之前那个埔州那边都还可以进去，今年就是直接挡住。疫情的关系，所以一寡人较唔敢支持，所以伫这个火化地点嘛，差不多全他们疫情。今年因为疫情，庙方甲舞台改做4公尺宽的新大，进前长桥采价的活动。今年嘛改做互大树爷直接坐车到火化场。庙方表示，配合防疫的原则，希望会当互传统宗教活动顺利圆满。今年啊，咱有来先导，进前为咱这个文化节的前1个礼拜就有先导了，咱因为简单隆重，安尼。透过各界人士的点火仪式，为旧日21开始连续3天的民雄大树爷节，算是圆满结束。在地民众表示，疫情禁止摆摊啊，大树爷无采价，搁坐车来火化，嘛算是一届甲过去无共的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来看英国最近是正事件做一寡高级定制服装，有100年历史的百货公司嘛推出这款的服务，人客只要用1/10左右的价数，就当穿到一领几啊千、几啊万块美金的礼服。真侪人会发现，衫到要穿的时阵总是减一领，又搁担心，若买新衫，只敢若穿几遍啊领，真讨债。为着要满足这种消费者，伫英国有100年历史的哈罗德百货，这么因的精品服装拢会让用做的。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ve offered a rental service here at Harrods. We've created a event dressing edit with My Wardrobe HQ to bring in some really fun pieces that just haven't had the chance to be worn over the last 18 months. 共享的概念做大租车，怎么延伸到流行时尚？人客会当伫线顶，或者是百货公司的快闪店，找设计师品牌服装甲精品，早期用工算，上少4天，上久会当到2礼拜。就连英国史上强生拄则结婚的牵手凯莉，若是要参加较重要的场合，会对平台顶找适合的礼服，其中包括结婚迄天穿的新娘衫。 是真有名的希腊设计师设计，一次爱代票11万，那用做的一工17。 Carrie has actually rented from us before several times. She likes the idea of rental, likes the idea of not damaging the planet. But I think it's really brought an awareness to a much broader audience. 这个平台也设法伫咧解决运送到包装时阵所造成的不必要的笨数。 If we're delivering to someone who's very local, we'll use a bicycle, or then we'll use an electric car. So each method of delivery, we're assessing and we're looking at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that. 伫这么消费力正强的千禧世代，有了解到流行一阵仔就过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所以愿意开更较侪钱支持永续产品，甚至鼓励做到道德伦理的企业。这也代表伫咧未来有更较侪零售业会甲因的产品用做的，或者是做二手的交易。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 科学家最近伫埃及西部的沙漠发现4300万当前的生物种的化石哦，是一种会当伫水面佮陆地生存的四卡海洋。这发现哦，对研究早期海洋演化的过程是有正大的帮助。 人类对海洋进化研究过去一条线索，埃及科学家进行公布考古新发现，因伫埃及西南部沙漠发现的化石是一种新品种的两侧四卡环境。 اكتشاف النهارده هو نوع وجنس جديد لم يكتشف من قبل لحوت بر مائي يعني له القدرة على السباحة. 生物种用埃及名神来命名，叫做阿努比斯环境，生存伫4300万年前，是位于陆地转变做海洋生物的过渡时期。因有4支脚，身长差不多3公尺，体重600公斤，下海真强壮，可能是当时的顶层猎食者。 اللي وجدناها كانت عظام الجمجمة اللي زي حضراتكم شايفينها الحجم الكبير ده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الفك السفلي موجود فيه بعض الأسنان وبعض الأسنان التانية موجودة isolated أو لوحدها. 这是非洲目前发现上早的半水侧海洋。事实上，两侧四卡海洋化石不是第一摆出现，进前秘鲁也发现过4300万年前的四卡海洋化石。不过，因为人类对早期海洋进化过程了解有限无济，阿努比斯原件的发现对科学家继续解谜将有帮助。公司新闻邱焕玲编辑。 今仔全台湾各地哦，天气拢真热热，大台北个东半部地区可能会到36度以上。过到中南部嘛，爱特别注意会落雷公雨，出门就爱带雨伞，也是雨伞哦。咱做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 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 今
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